惠州其實係廣東省東部嘅一個交通樞紐，因為市內係有飛機場、高鐵站、火車站同埋碼頭。換句話講，每一日都有大量嘅人流、物流係嚟到惠州嘅，所以惠州嘅常住人口係大概係500萬，而外來嘅人口居然咧係差唔多係到1000萬嘅。惠州龍門縣既然咁近香港，咁樣點解香港人好似對龍門縣冇乜認識嘅？呢個係因為市民經常會從經濟嘅角度嚟到睇事物。龍門縣既冇一啲顯赫嘅工商業，以前嘅交通配置亦都唔足夠，所以香港人對龍門縣係冇乜印象嘅。但係只要你係踏足龍門縣並且作一啲短暫嘅觀察，一定會發現龍門縣原來絕對係一個絕佳嘅知識探索地方。龍門縣點解係一個絕佳知識探索嘅地方呢？佢有乜嘢係吸引人之處呢？大家都明白喺國內辦事係必須係要有人脈關係嘅。經過協商，依家我哋係可以提供2處願意支持香港學校舉行展覽宣傳嘅單位俾學校參考嘅。龍門縣係有好多溫泉度假區係可以作為展覽場地嘅，但係我哋係特別推薦呢一間上天然溫泉度假區，因為喺裏邊係有一間中國龍文話嘅博物館。學校嘅展覽係可以喺呢一度酒店大堂舉行，亦都可以係到2樓嘅會議室進行。亦都可以聯同其他學校喺呢一個大型會議廳嗰度係舉行推介會嘅。上天然園區裏邊呢一個廣場，耐不耐就會有一啲慶典活動喺呢一度舉行啊。所以香港學校係可以喺呢一度係搭建一啲攤位，係嚟到作展覽或者係一啲演出嘅項目嘅。惠州市青年國際旅行社喺當地嘅旅遊業係有崇高嘅地位嘅，呢個可以由佢哋係擁有舉辦海外旅行團嘅資格就可以知道㗎啦。惠州市青旅社嘅辦公區域係有成2萬幾尺嘅，所以係好容易咧係撥出一啲地方係俾學校係嚟到舉辦各種嘅活動嘅。要加強教師同埋家長之間嘅溝通，最簡單同埋最有效嘅方法就係舉辦親子營。當然呢一啲親子營係需要有教師嘅參與嘅。親子營另外一個主要項目就係探訪位於惠州博樂園嘅無人機實踐基地。拓展活動好多時都係設計到需要團隊一齊合作先至能夠完成嘅，所以呢一啲拓展活動係可以建立到團員之間嘅互信同埋關係。學習職涯規劃當然最好係能夠直接參觀相關嘅行業。一間香港學校嘅師生正在係參觀緊龍門縣一間稻米生產基地。喺龍門縣附近嘅仲海高新區嗰度有好多間先進嘅工廠，佢哋係生產新能源產品嘅。
第三產業亦即係服務業，旅遊業係服務業嘅代表，而咁啱龍門縣嘅重要經濟支柱亦都係旅遊業。正在介紹緊酒店前台嘅工作。房務員係酒店中僱用最多人員嘅職業崗位，佢哋負責確保每位客人入住嘅時候都能夠享受到乾淨整潔嘅住宿環境。參與酒店客房衛生服務，對於研學團成員係深入了解旅遊行業服務細節嘅寶貴機會。呢個既係體力上嘅勞動，更加係一次對服務意識同責任心嘅考驗。通過參與餐廳擺台服務，研學團成員可以體會到服務行業嘅困難以及重要性。一個完美嘅擺台唔只係物品嘅排列組合，更加係對客人嘅尊重同關懷，屬於酒店文化同服務理念嘅直接體現。對於體驗團成員嚟講，呢次係一個將理論知識同實際操作相結合嘅絕佳機會。惠州係因為蘇東坡而聞名。蘇東坡係一個樂觀嘅人，後人從佢嘅作品之中總結出人生賞心16件樂事。呢啲所謂樂事，本質上都只不過係一啲平凡生活嘅瑣碎片段。之所以被人後人所推崇，核心就係蘇東坡嘅樂觀嘅心。蘇東坡能夠將喺官場上所受到嘅苦，喺生活上所遇到嘅貧困，將佢哋轉化為對自然、對友情、日常嘅熱愛。惠州龍門縣就以蘇東坡嘅賞心16樂事為靈感進行設計，係建造咗16座東坡樂事主題驛站，將千年嘅文人雅趣轉化為一啲沉浸式體驗。唔講，肯定你估唔到，原來一個小小嘅龍門縣，居然呢係有62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最代表性或者係最多人津津樂道嘅就係龍紋馬同埋舞火狗。龍門龍紋馬係我國民間藝術嘅代表，喺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奧組委係將龍紋馬係作為禮品係送俾外國嘅朋友嘅。位於龍門縣城七星公園嘅龍紋馬院係一個推動龍紋馬產業發展嘅平台。每年佢會係舉辦一啲龍紋馬系列主題展啊、龍紋馬藝術論壇等等嘅類似活動，亦都通過龍紋馬帶動龍門縣本身嘅文化更上一層樓。舞火狗係藍田瑤族一種祭祀嘅活動，佢係喺每年嘅中秋節晚間舉行。每個瑤族少女至少係要參加2至3次嘅舞火狗，先至係能夠談婚論嫁嘅。裝扮成火狗嘅瑤族少女會喺月光底下圍住篝火跳住古老嘅瑤族舞蹈，反覆吟唱古樸而扣人心弦嘅歌謠。龍門縣文化局係特意喺衛城區瑞東街嗰度設有一間龍門非遺文化館，嚟到係推廣介紹龍門縣嘅非物質文化項目。喺龍門縣城七星公園裏邊嘅龍紋馬院旁邊係有一條龍門縣非物質文化遺產長廊，喺嗰度呢係簡單咁介紹咗龍門縣嘅非遺項目。喺廣東省係有唔少嘅瑤族，佢哋多數係聚居喺清遠嘅蓮南同埋惠州嘅龍門縣。喺惠州
最多瑤族人聚居嘅地方就係藍田鄉，喺嗰度亦都係設有一間瑤族文化展覽館，係用嚟介紹瑤族嘅民族風情同埋佢哋嘅文化。瑤鄉當然住咗好多瑤族人啦，大家係可以向呢啲居民咧係借用佢哋嘅服飾嚟拍翻一啲照片，睇下你穿起上嚟咧似唔似一個少數民族。探訪少數民族係可以初步了解中國嘅少數民族嘅習俗、傳統、生活習慣同埋現況，從此係可以明白少數民族係點樣係可以適應到、融入到出邊嘅主流社會。另外，亦都可以認識到中國嘅少數民族政策，知道政府係點樣照顧少數民族，以達到民族融和呢一個目的。龍門縣係位於山區，而且區內係好多嘅綠化帶，所以其實係好適合打游擊戰嘅。咁樣日本侵華嘅時候，佢要進攻廣東，佢哋係喺惠州嘅惠東縣嗰度登陸，所以就喺龍門縣嗰度咧，就同埋中國一啲游擊隊咧，就係遭遇嘅。8年6月，作為廣東省第一批紅色村黨建示範工程，龍門縣永漢鎮低坎紅色村正式開工建設，總投入省級資金、企業資金、縣鎮級資金共4350萬元，歷時10個月建成。建成後的紅色村也成為龍門縣首個革命傳統教育和鄉村振興戰略實踐基地。紅就是利於我們紅的一個基因，我們現在紅的一個場館各種紅色的一個打造，現在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在2019年，也就是去年的6月30號，我們是開園開館，已經這個完善了我們的紅色的一個場館建設，基礎設施。紅色旅遊的發展和人居環境的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遊客到低坎村學習。親愛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陸平。現在我所在的就是江夏人民抗日鬥爭舊址，這裡曾經是一座4層明清時期清水磚牆吊樓。到底這裡曾發生過什麼戰爭事件呢？原來1944年7月2日下午，一隊日軍由增城開往龍門縣城，行至城郊織田村的時候，日本偵察兵發現龍門縣城已人去城空，大部分居民已撤離到縣城附近的江夏村。日軍因此改變計劃，轉向江夏村進軍。黃昏時分，行至江夏村檀仙公廟的日軍被村民發現。江夏村組織青壯年成立了一支自衛隊伏擊日軍，分為2隊，一隊埋伏在檀仙公廟正面田埂上，一隊埋伏在新莊二小山側面，同時阻擊日軍。自衛隊員們奮起抵抗，從傍晚一直打到晚上8時，阻擊日軍近3個小時，打死打傷日軍30多人，其中擊斃大眾5名。在與日軍戰鬥後，江夏吊樓被炮轟毀，坍塌半邊，被村民稱之為半邊樓。現因時代久遠，只留下這個舊址了。今天的南粵紅色景點我來講就到這，謝謝您的收看。